要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约翰福音第12章第1节到第8节，我用和合本来念。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1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利的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贼，又带着钱囊，抢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以上。现在声音比较正常了，刚才是有很低的那种共鸣的声音。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周6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感谢在这个礼拜中间，主你的带领，一切平安。很多学校都已经恢复正常，开始在上课。主，你也带领我们这些青年，他们回到学校中间，能够认真的读书，在周末的时候又能够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敬拜你，要来听你的话语，就开我们的心眼，让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特别我们从这礼拜开始，我们有属灵的操练，乃是要讲到沟通艺术。我们知道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艺术，让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也能够更有果效。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间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总共有4个礼拜是要讲沟通艺术。那讲沟通艺术怎么跟灵命操练有关系呢？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我们的一些表现呢，就是在我们外在跟人家来沟通、跟人家来接触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你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呢，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接触就是透过沟通的时候呢，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沟通呢，我们要来学习沟通到底是什么呢？沟通要如何沟通呢？我们有4个礼拜呢，要来讲这有关的方面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先来看说沟通是什么呢？那它同理心的沟通到底是什么？其实沟通呢，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听跟回应的一个过程，中间至少有这6个阶段。也就是你先开始要跟人家讲之前呢，你有一个意念在，我想要去讲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开始借着什么去跟人家讲，哪一种媒介？有可能像牧师现在就直接透过麦克风跟大家讲，有时候你是透过怎样，你的手机跟人家讲，有时候是透过电话跟人家讲，有时候你就用怎样，用简讯跟人家讲，有时候用 email 跟人家讲，都有，这是你的媒介，你透过媒介呢去表达，然后对方呢接收到你的信息，大概是用听的也好，看的也好，然后他就想要回应了。回应的时候呢，就是他先吸收到这些你所给他的信息之后，在他里面的意念产生，我要如何去回应他，换他开始用电话跟你回呢，是 email 跟你回呢，还是简讯跟你回，到底用什么方式，一种媒介来回应，然后就转换成为他给对方听了以后，又开始他又从反复这件事情一直在反复，所以就变成一种沟通，去跟回，去跟回。所以这样至少有这个6个步骤中间，你可以开始发现到沟通难不难呢？沟通是很难的，因为第一个，你要是表达能力不足的话怎么办？或者是你就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接收信息这边，他要是接收信息的能力不足的话怎么办？或是不够，然
然后这个媒介又用的不恰当的话，怎么办？应该是用电话讲一讲就好，他偏偏要很正式的寄一封信去，那经过好几天才到，打开看时机早就过了。像这也是这种就是一种媒介不是很恰当的，或者是有时候你因为刚好要表达的时候呢，碰到有情绪上的问题，哇，又有情绪又影响了你，所以中间的过程，一个人的沟通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是非常的难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讲有些人在讲事情的时候，又不一定词不达意也好，或者是一下跳这个一下跳那，应该讲一件事情，他突然2、3事情并在一起讲，听得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也有像这样的情形之间，我们就常常发现到这个情形会非常的困难，沟通常常很困难。这是在有关表达的部分。另外呢，听的人也有听的人很多啊。你通常一件事情讲完之后，然后再请他附送的时候，都会怎样？都会不一样。人家说，我们看到有一只这个什么鸡的羽毛。一直传了10个人，传个100人，到后面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只鸡了。每个人都加一点啊，又就想，他大概是讲漏哪一个时候又增加了。所以在牧师在神学院在读的时候，他们要查考这个圣经。这个圣经是以前的人用手抄，又用讲的，然后有人就写下来。以前没有印刷术嘛，所以就有人写下来。那第一个版本只有1本而已。那这个版本怎么传下去？这个很珍贵呢。好，那你念吧，我会把它抄起来。然后很多以前都用手抄本，所以一个人念有10个人在抄这样子，那就有10本的，用这样子的方式。那这个就开始传到别的地方去。有人读一读，这个经节好像不太适合，他已经没有写得很清楚，他就旁边多加了一个注解，所以这一本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厚。那你到底应该哪一本才是原本呢？所以他们有一个原则，就是2个版本摆在一起，越短的那个怎样，它的年代越久，越是属于原来的，因为后面都会加上去。就是沟通就是像这样子，你听到一个什么，你自己会选择你所想要的，然后再加上他大概没有讲清楚，我想是这个意思吧，就干脆把它加上去，加到最后呢，我想你们玩过一个游戏，就是从这个地方10个人排着，那个地方给他们看一句话。然后就你传下去了，只跟旁边那个人讲，到最后那个人讲的时候，一定跟前面这个人不一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有选择性，我们通常会自己有已经有预设一个立场，所以我只听我喜欢的，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吧，所以就产生了这沟通上呢，我们就发现到有很多的这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呢，有时候是用情绪性。所以常常我们在讲说，你要我想要了解一件情形的时候，请你用名词来讲，不要用形容词来讲。就有一件什么事情，你就讲什么事情，不要讲我看到那个人好像很生气的样子，怎样子就一拳打过去，你在讲说是那个人伸手出去了，这样就好了。但是你偏偏要加上说，我看那个人是很生气，所以他就这样哇，很用力的打出去。这后面这是你自己的想法描述上去的。所以很多的事情，我们又加上情绪上去的时候，整个这个沟通我们就看到非常的复杂性存在。所以我们要是能在这个沟通上面，我们必须要能够让他很清楚，我们才有办法能够了解到对方。我相信我们在讲这个也牵涉到说，我们要去传扬福音。要跟人家彼此之间要沟通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样？通常我们去传扬福音，第一个碰到的事情，他们不喜欢你讲的，因为我们都讲的时候你是罪人啊，你是怎样啊？就是一开始讲，你要是不信就下地狱还是怎样？那个人听了怎么会喜欢？当然不喜欢啊。所以就已经开始讲，就已经碰到说，我们并没有用同理的方式去讲。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要沟通最有效的方法，你就是要运用同理心来讲。同理心到底是什么呢？同理心呢，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这样：将心比心的这样感受并了解对方的感觉跟情绪，然后他情绪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将这个了解呢传给对方。等一下我们会举个例子来讲，说到底是怎样。这个人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人家能不能发现到你你真的很了解我，就代表你有同理心出来回应给他，所以他觉得怎样？觉得你很了解他。那有些人你跟他讲1、2句，你就不想再讲下去，因为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怎样，根本就不了解我。
他只站在他的立场在想，然后开始我在讲什么，他就想着怎样子教导我，怎样的批评我，这样的那种他就没有办法了解到说对方很能够同理我。所以这个很简单的这个定义就是说，你先将心比心，你把他当作是他一样，然后去讲到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他的情绪到底是什么？他的感觉是什么？他背后是不是真正跟他所讲的是一样？然后我就回应给他，让对方能够感受到啊，你真的是了解我。用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达到这个同理心。所以同理心至少有以下这几个要项，这有4个点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感受到对方的感觉跟他的情绪是什么，还有你有知道他有一种情绪在，现在是这样，现在是很悲伤的时候，现在是很无奈的时候，现在是很气愤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你要抓出来啊！他本来是很悲伤，但是你以为他很喜乐，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沟通了。两边讲起来是完全是这个讲牛，那叫怎么讲？牛嘴不对马脚还是什么？哦，没有关系，我自创一个好了。就是对不起来呀、啊，你讲你的，好像我讲我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我真正的情绪在什么呢？我情绪其实是很悲伤的。还是喜乐的，还是很愤怒的，到底是怎样的？你要了解到他所讲的跟他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什么，然后了解到，甚至要了解更深到他背后是怎样，然后才将你的感受怎样，你要表达的给对方知道，这是同理心，至少有这几样在。例如说，我们举个例来讲，要是说有人跟你讲说，哇，最近加班真的很累耶，啊，累的真的是王八蛋一样子。我不应该讲这一句话，真的很累就对了啦，很传神的说法，哇，真的累得要死。结果你要是对方你听了以后，你会怎么讲？啊，你只会说累，但是晚上呢，偏偏不早点睡，然后一直看电视又看得很晚，你当然会累呀。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同理心？哎呀，把你的问题讲出来了，这个人当然没有。要是另外一个人，他就跟他讲说：“我看真的你最近好像很累哦，你不知道有没有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希望能不能多讲一些道理是啊，让你能够让我们更了解，然后说不定可以跟你分担一些啊，你觉得哎，这个人好像很了解，我就开始又讲，真的我这个怎样，今天的这个我的上司怎样子，好可恶啊！他看我比较善良，一天到晚就欺负我，什么工作都丢给我，又不能拒绝他呢，不知道怎么办啊！真的这个上司这样实在不太好哦。你看，你不能跟着他一起骂，这个上司真的可恶啊，可恶啊！这样我相信对他没有多大的帮助哦。我们应该是抚慰，让他了解，真的要是有一个上司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会很辛苦的。那个人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很了解，有点像是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讲牧师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常会讲一个，就是说有时候先生都比较晚回来，对不对？晚上12点左右就很轻声的走回来，就没有想到进到客厅的时候看到怎样，太太在那个地方，哇，吓出一身冷汗出来了。这时候你说先生会讲什么呢？先生根本还没讲话，太太就讲话，你死个抖一样呢，也不打个电话给我，也不怎样的。好，既然你回来，我就睡觉了，去了。先生会讲什么话？我又没有要你等啊，对不对？我又没有要你等，一番好意变得不是好意的。要是太太她讲说你一定很辛苦，这么晚才回来，加班到这么晚才回来，你没有打电话回来，我觉得心里不安。你回来了我放心了，我要去睡觉了。你说这个先生会怎样？会不好意思吗？他一定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等，我忘了打电话回来，下次我一定先打电话回来。这是一个，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哈。所以到底你能不能明白，当那个人在讲的话，他的背后，你有没有把你真正背后的情绪能够讲出来？好的话呢，通常都是这样，都是让他能够适时的将他心里面的一些情绪能够讲出来，让他有这种能够疏解的这个管道出来。而不好的话呢，就是加以批评，加以论断。例如说刚才说很累你就是叫你早点睡，你又不睡你又是在做什么，又是做什么，那他然觉得说我继续跟你谈下去有意义吗？
就没有意义了。这种话怎么能够沟通？当然就没有办法沟通。其实，在圣经中间有告诉我们要沟通最好的怎样方法，就是一个最佳的指导原则，乃是怎样。雅各书1章第1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这个是雅各书他所告诉我们，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几句话，但其实是一个沟通最好的指导的原则。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从今天开始，总共有4个礼拜哈，我们要讲的只是有关这几个哈。第一个，我们先了解到同理心，它是一个沟通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要用同理心为基础，将心比心的方式，才有办法进到沟通。后面这几个也是一样，你再怎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是没有同理心，也是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们从第一个最基本就是讲到同理心的沟通秘诀里面，然后下面的3个礼拜呢，我们讲到怎样，圣经中间都有例子告诉我们。这样子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我们盼望呢，我们这样学习之后，跟人之间就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我们在行为上呢，就能够见证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再是老的我哈。老的我通常都是非常自私的，非常都是只去顾自己而已。但是在以弗所书2章第10节里面告诉我，我们都是在主耶稣之内被建造的。被创造之后是这样，要我们去行善，也就是我们要为别人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老的我呢，乃是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是我们儒家思想给我们错误的思想，说人要自私一点呐，不要管别人呐。但是那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神要你当他的同工，是代替他来行好事啊，做好事啊。所以新造的人乃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愿意去跟别人有很好的沟通，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从12章第1节到第8节。第一个，我们看到这是这一台这个机器有点好。这经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5天。他讲，在这个逾越节快过逾越节前的6日的时候，那所以耶稣已经知道他要钉十字架，他早就预言他要钉十字架，他也知道哪一天要钉十字架。所以你想那时候的耶稣的心境是如何？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的忧伤，因为耶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所以他的人性的部分他会不会痛？他会痛啊！最后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到怎样？泪如这个汗如怎样？如血般的这样滴下来，然后他还跟上帝在那边 argue， 能不能将这个苦杯挪走？不要。所以他也是非常的，他在人的这一步呢，他也知道他必须度过很艰难的时候，所以他非常的忧伤。耶稣知道，在这样5日之后，在5天之后，不要到1个礼拜这样，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他受到很多的这种肉体的痛是小事情，最大的痛是在什么地方？他要背负全世界人的罪。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们注意看了，耶稣讲了一句话说：“父，你为什么离弃我？”那是非常深沉的一句话。3位一体的上帝曾经离开过吗？没有离开过。任何宇宙的创造是透过耶稣，然后用圣灵去创造的。3位一体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有一阵子离开过。耶稣钉十字架的那时候，他下到阴间的时候，父神跟他是离弃的，所以他说：“你为何离弃我？”所以耶稣他明明知道他经历这一段时间，你说他会喜欢吗？他是非常的忧伤的。这是这一个故事的背后，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写，但是你看那时间的描述，在逾越节的前6日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就讲到有人为了耶稣预备的宴席，而这宴席是在什么地方？是有他认识很亲密的人在，有马大，有玛利亚，还有拉撒路在。这个拉撒路就是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这个，他这个家庭跟耶稣很好，他们在一起在做了宴席吃的时候呢，然后
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她拿了1斤极贵的真哪打香膏，然后把这个真哪打香膏，你在看别的经节里面呢，另外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都有地方可以相对照。在马太跟马可福音怎么讲呢？他将它打碎掉，把这个玉瓶呢，上面这样讲说，一瓶玉瓶至贵的真哪打香膏来打破玉瓶，将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的约翰福音是讲说在脚上，但是他讲说在头上。马太跟马可都这样讲。他把1斤的这个真哪打香膏把它打破掉，就是没有再回收了，这已经全部都不要。1斤是相当多的啦。要是以我们这个水来讲的话，它就是600 CC 嘛。1斤不是1公斤的话，1公斤是1000 CC， 也就是一个瓶子。那我们有用过这种香水香膏，你都知道，那只要一点点就这样，就已经很香了，而且很贵的东西。他把整斤整瓶就把它打碎掉，涂抹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我相信你们小姐们都非常珍惜自己的头发，要来做礼拜之前去给人家 settle 一下。你还愿意拿去跟人家去擦什么东西吗？我相信是很难。都非常珍惜，特别是长头发的少女，那更珍惜自己的这个头发造型是如何。但是呢，用头发这样去擦耶稣的脚，而且其实是充满这种香膏的地方啊。然后看那描述说怎样，屋里就充满了膏的香气，表示这个香膏真的是很珍贵的事情。但是呢，这时候我们到目前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如何。看有几个门徒就开始看的心里面就不喜悦了，有些人就讲话了，那个犹大又讲话了，还有几个在马可福音里面呢也有讲话。在马可福音第14章第4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不是不喜悦，很不喜悦。然后在约翰福音，我们刚看是这样，有这个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就说话了，但是呢，接下来是这样，耶稣也说了他的看法。我们要从这件事情里面来看说，到底这里面呢有这几个人的表现，总共有三方面的人。第一个是玛利亚，第二个是这样，是那些门徒，第三个呢是耶稣。他们在这几件事情上，他们的表现，让我们从沟通跟同理心上来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学习？第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说，玛利亚为什么突然会用香膏去膏耶稣的脚？他们只不过聚在一起吃饭啊。玛利亚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圣经上没有写，唯一让我们能够追踪到的是怎样？写到说逾越节前6日，这是第一个可以追踪到的。第二个可以追踪到的是怎样？是到后面的时候，耶稣跟他讲的马可福音第14章第8节，我们在后面的地方会讲到，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怎样？耶稣那边讲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玛利亚没有讲话任何一句话，从头到尾没有讲一句话，耶稣替他讲出来。耶稣当然能够明白人的心意是怎样。所以玛利亚为何用香膏膏耶稣的脚？我们大概可以从这几个经文前后文这样看的时候呢，应该是玛利亚非常的深知耶稣他现在的心情。我相信是玛利亚，她已经感受到耶稣的忧伤的。同理心第一件事情，你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吗？对方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吗？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怎样善解人意的玛利亚讲，她已经感受到耶稣面对十架的阴影的忧伤呢，所以她将心比心的用她的把她的感觉，用她最珍贵的这香膏怎样来涂抹耶稣的脚，又用她的头发去把它擦。这表示说，玛利亚非常了解耶稣，他在心里面这忧伤，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玛利亚是应该有高度的同理心的人，这是一个高度同理心的表现。讲你已经没有办法，你如何能够去劝耶稣呢？你能不能去劝耶稣？我现在没有人可以去劝耶稣啊。那个跟耶稣讲，你不要忧伤啦，没问题的啦。
上帝一定要保护你啊！你会跟耶稣这样讲吗？耶稣比你还厉害，耶稣要告诉你才对，不是你告诉耶稣，对不对？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像玛利亚一样，她能够深深的理解到耶稣现在心里，她这种表现呢，就是让耶稣能够知道说，我能够理解你的忧伤，这是一种非常同理心的高度同理心的表现。我们来看那些门徒们。门徒里面他是缺乏同理心的，这在从马可福音里面看得比较清楚，它里面讲了很多的话。几个门徒看了心里就不满，那卖耶稣的犹大就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30多两银子到底是多少？他们一天工作一天的钱是多少？就是1两银子，所以30多两人就是1个月他的工资哈，1个月工资，假如你是5万，他就是5万，那一笔就是5万的意思哈，有点类似。你假如要做比较，就差不多是这样。我们可以从耶稣的比喻中间，有一边8点的时候去工作，又9点又去，又12点又这样一些，到最后他们做完都是领这样，都领一样的1两银子嘛，所以那个是一天的工资的意思。他说。这么贵的一个东西呢，我们为什么把它打破掉，然后就在这样一瞬间就没有了？为什么不能拿去周济这个穷人呢？他们就对玛利亚就生气了。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已经开始被冤枉了，然后被论断了哈。那其实呢，这时候呢，这个。其实呢，犹大他说这话他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后是被犹大卖掉，卖了多少钱？也是30两银子嘛，我记得是这样。然后呢，他竟然出卖耶稣，还拿到钱啊！所以其实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希望去周济穷人吗？并不是，而且这是作者这个约翰福音，他里面这个写的，把他的看法写出来，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贼呀。那个他们12个使徒中间在管钱的，那管了自己怎样？自己是那个句话叫什么？坚守自盗是吧？就是讲对了是吧？自己保管钱，但是自己又偷了钱，他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是关心这些穷人哈。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呢，耶稣就告诉他们，在这样抱怨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讲出他的心里面的，他其实在讲说怎样，只有这个小女子玛利亚，她能够了解我现在。我需要的是大家的支持，情绪上的支持，属灵上的支持。但是你们只是怎样？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的感觉跟我的情绪哈，只有他能够体验我。所以，然后你们不常有我，你们就真的要能够去关心这些穷人呢，你们还有很多个机会在哈。所以我们很显然可以看出到怎样，我们这些门徒们怎样，他们没有同理心，他们不能体会到耶稣的感觉跟他的情绪，他们只是吝啬钱。只想到事工，或是加上一点嫉妒心，这边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觉到。你有没有感觉到说，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事情，我参与在敬拜赞美，我参与在招待，我参与很多的服事。要是有爱餐，我参与在爱餐。现在我们又要招募很多全教会的运动里面的招待，我参与的招待。哇！我真是为主做这么多的工，我应该收到很多的这种奖赏才对，或者是怎样呢？你做这些事情，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在把这些事情好像在服侍神一样的这样的服侍呢，还是我只是想到说我这样子做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奖赏？我们有没有去想到它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想这些门徒们，他们只是讲说。我们这个东西，这个香膏不要去浪费掉，我们拿去这个钱还可以去怎样？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是真的是这样。这帮助本来就是我们要多做行善啊，这是神的教导，应该是好的事情啊。但是为何没有受到耶稣的奖励呢？反而是在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这样，他们没有去想到
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些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玛利亚为何要如何做？为何要这么做？她难道是浪费钱吗？我们做这个事工，难道我们只是做这个事工吗？其实我们做事工之后，应该有生命上的改变。我们有没有去想到那一部分？或者是我们做这个事工就非常的重要，就是一板一眼，就是要这样做才可以。但是其实我们这么做，这么规定，是要为了让人能够得到，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然后他的爱感受到神的爱之后，他就成为一个这样，他能够感受到的，他生命就跟着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讨论事工的时候，牧师常问一件事情：这个事工能不能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能够得到帮助吗？有的话我们做才有意义，没有的话你只是想热闹一番而已。当然你经过联谊，经过跟我们全教会里面的联谊，一定会帮助的。你越来越你跟这些全教的越来越认识了，你越会喜欢参加聚会，参加聚会的，你的灵命就会得到帮助。你要是越陌生的话呢，你越不会来聚会。一想到要去聚会，那些人我都喜嘛后啊，我都不办，那怎么办呢？你就越不喜欢啊。所以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有关系啊。但是你要达到这样，那些比赛只是为了拉近我们的关系。结果为了比赛，真的这样，真的是面红耳赤，是不是叫面红耳赤？这个牧师的中文要好好的学一下，真的面红耳赤。结果呢，把那个成绩看的是最重要，其他都不重要了，那刚好是颠倒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到，像这些学生们、这些门徒们，他们争取说这个钱应该去周济穷人，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常常会忘了，他们其实说不定背后说不定也有嫉妒心在，或者只是不喜欢玛利亚这样子做而已。我们看到的这是有关缺乏同理心的。我们看第三个，就是耶稣。耶稣他怎样？耶稣是不是有同理心呢？耶稣呢，第一个，他对玛利亚的同理的行动呢，他如何回应？第一个这样，耶稣在玛利亚用膏擦他的脚，然后用头发接受，耶稣没有拒绝他，耶稣任由他这么做。所以其实告诉我们，接受别人的善意和帮助，就是一种同理心的回馈跟支持。他非常感谢玛利亚有这种同理心的行为在，所以他就默默的接受他。我们要是能够碰到一个有跟我们可以谈得来的时候，你这样讲，然后你就静止的听，然后你静静的给他我会觉得真的这样子，你就突然会感受到哇，他好像是会我的知己一样啊，是我的知心一样，就是有点像是这个意思在。耶稣给玛利亚的感受就是这样，他接受了玛利亚的这个动作，而门徒在生气在批评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讲：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讲是美事，就是美事啊，一件美好的事情。因为后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到，所以耶稣呢，他是讲公开的为玛利亚澄清、解释、称赞，也表达他对玛利亚所做这些事情的支持呢。耶稣是以高度的同理心来回应了玛利亚。这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这个耶稣还没有解释，他继续在讲。这个遥控器有一点点，不是跑很多，就是没有跑。好，第三点呢，耶稣说他所做的事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刚刚我们讲的，我在讲说玛利亚为何要膏耶稣呢？我们找不到，他也没讲啊。但是从这几个经节里面发现到讲，耶稣了解到玛利亚所做，玛利亚的心里面原来是知道耶稣的忧伤，所以他先为了耶稣，要为世人背负这个罪的时候呢，他用膏来膏在耶稣的身上，代表他的同理，他非常知道耶稣的忧伤在什么地方，他盼望能够成为他的帮助。所以耶稣表达了对玛利亚同理行动的了解，这是同理心的一个表达。
这是第3点。再继续看呢，耶稣对玛利亚这个同理的表达，甚至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连我们在2000年之后的人都继续怎样，继续还在讲论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怎样，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2000年后，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讲这个经节，2000年后还有人会继续讲这个经节，纪念到怎样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他预先为了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先用油来膏了耶稣。所以耶稣对同理心的赞赏表达呢，是非常的淋漓尽致。他不只是这样子的表达，他接受他，而且是怎样，而且是非常的这样给予肯定哈。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这件事情的发生，总共有3个人，一个是玛利亚所做的，一个是这些门徒们，一个是耶稣，他们个人的表现都不太一样。起先做的事情是玛利亚所做的，他做了一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办法明白的，只有耶稣明白。耶稣给他肯定，高度的肯定。耶稣接受到玛利亚对他的同理，我相信耶稣讲了这些话，玛利亚也接受到怎样耶稣对他的同理。而只有这些门徒们呢，他们所表现出来乃是不是一个好的这种同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你就可以发现到说，要是我们跟人之间要去沟通的话，我们应该学习怎样的。所以我们的结论里面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学会到同理心的一个沟通，到底应该怎样呢？例如说，假如有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假如是成人的话，可以讲说，太太跟你回来跟你讲说，我也在上班，你也在上班，那回来怎么都是我做家事呢？可不可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家事呢？这时候先生应该怎么讲？我想这就是要学习如何同理心。本来就你的代志啊，这是不是沟通良好沟通？当然不是啊！真的对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呢？对，我们应该一起来分享这个家事。我想这你太太马上就感受到罪无罪被马欢喜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们最近我们大概我们中间有很多青年你们常常这样回去这个上网啦晚上特别是暑假那时间我相信你们都是没有人在12点以前睡的啦，都是在上网在做什么，很多事情。那父母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如何去面对这种沟通？或者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比较大了，你可以想象到，在我们的社会上，现在因为经济的原因，很多家庭都陷入到那种困境之中。前几个报纸还讲说怎样，有一个以前在卖房屋的中介，身上只剩下多少钱？56块，是不是56块？结果他没有办法生活，他跑到哪里去？跑到警察局去借钱然后说整年算下来，他年收入只有多少？10万块还是多少？是不是他不够努力？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感觉你就是不努力你再安尼啦，对不对？他要是来跟你讲说，我现在只剩下56块，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你要怎么跟他讲？你有没有好好去打拼，去卖较点，卖多一点房子就好了啊？是不是这样讲啊？每个人也当然知道，卖多一点房子他就会赚钱，这显然是不行才有，一定有他的困难。你如果能够像这样子的人去沟通，像这种事情呢，或是你的家庭，我们假定我们都是小孩子，其实父母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去跟父母来去，让他们能够去，让他们能够知道你也了解这个情形，你也愿意去承担，或者是说能够同理他们，那也因为共同去度过这样的难关，还是这样。其实有很多的，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越是困难的时候，这时候越容易能够表现我们的同理心。要是都没有问题的话，连你要有同理心的表现，根本就没有机会。就是越有这个方面的困苦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有这个了解。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所看的是从一个故事中间，我们去学习到说，有玛利亚，有门徒，有耶稣，他们所做的，
他们的回应，他们所讲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中间背后的意义到底是怎样？你要怎样去学习呢？我们看到玛利亚呢，她的用同理心做了一件美事，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是一件美事很少人会让耶稣去称赞说这是一件美事哈。所以你要如果能够了解耶稣现在对你的心意呢，以同理心来顺服耶稣，来服侍耶稣呢，我们要用同理心为基础，然后彼此之间互相主动的去关心的别人哦。只有这样的方式呢，你才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沟通哦。所以让我们祈求人能够有主耶稣的帮助呢，赐下同理心的智慧给我们，改变我们的沟通方式。其实简单讲还有很多，例如说我们讲话是用正面积极的方式，还是用负面批评论断的方式，这就是非常深深的影响到我们的沟通。而你用积极正面鼓励的方式，就是同理心的方式；而你用负面批评论断，人家跟你讲什么，你都是用负面去讲的话，你就是不安转，你就是怎样，你就是怎样，你就是怎样，那样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下来，因为你没有办法同理到对方是如何。我想同理心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在短短这样一段时间来讲。其实牧师以前是非常反对同理心的做法，因为同理心，牧师以前只了解到他前面那半段那一段的距离。原来同理心，后来才了解，同理心是一个这样，是一个形成一个过程。前面是同理，你所讲的哇，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你现在所面对的这困境是什么。真的呢，你这样真的很辛苦呢。然后他就觉得你非常的了解他，就愿意将他更深层的情绪的感觉都告诉你，然后你就越来越了解他。他讲的是不是对的？他讲的得到的结论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他讲的感觉是真的，就是他的感觉。所以你要认同他的感觉，但是他下的结论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因为你认同他的感觉，他又愿意把他的内心你的话告诉你，所以你有机会可以指正他。牧师以前就是觉得说同理心根本没有什么用，而且反而是负面，就是因为你没有机会指正。原来我是没有走到的，没有走到后面那一步，前面这步就已经停掉了。所以同理心真的是有帮助，就是让对方能够信任你，能够将他真正的原因告诉你，他真正的情绪告诉你了，然后你才有机会来陪着他走过去，这个机会来告诉他来怎么走呢？应该是会对他有帮助，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就会进步到一个指正的阶段里面。我相信在沟通里面呢，我们要能够有这种沟通艺术呢，就是要像这样。当然后面我们还会继续再谈到你要怎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怎样动怒，这些都有圣经的故事能够告诉我们。所以在神的这种帮助里面呢，我们要是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题目告诉我们是让我们祈求耶稣的帮助，他施下同理心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沟通的模式哈。盼望我们在来的这个再接下来还有4个礼拜哈，总共有4个礼拜，我们能够学习在主的帮助之下，如何有一个更有一个健康的沟通的方式。当我们如果能够建立这种健康的沟通方式，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将福音告诉别人，而不是你要开始讲话，人家就觉得说跟你讲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而沟通艺术就是让对方能够感觉到我了解你，然后你们才有进一步的更深的去讨论这些事情。盼望我们这4个礼拜中间的来学习呢，都会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父神呢，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有4个礼拜的沟通艺术的学习。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中间来学习帮助，也从耶稣他的行为，他所碰到的这事情中间，也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从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慢慢的动怒，还加上
主耶稣所呈现出来同理心的方式，盼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学习到跟别人之间能够有好的沟通，就能够适时的将主耶稣你的好消息能够让别人也能够来分享，也能够来领受到。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机会能够做这方面的灵命的操练，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软弱不足的地方，你就加添来帮助我们，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理心的沟通能力。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